900名小学生甲家长伫假日共同上线，参与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所举办的主播成长营。一开始开幕典礼，南区国税局局长卢振秀甲财政部政风处长张宏俊拢勉励大家接着课程，培养诚信正直的良好品德。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南区国税局举办的111年度联能岁月 Live 秀媒体素养及廉洁教育成长营线上活动。今年为了安全防疫，让小朋友能安心学习，我们运用了视讯会议软体与新媒体课程，结合烟品税捐及廉洁品德教育，让身处不同县市的小朋友们可以透过网络连线同步视讯，在家轻松学习，以化身为专业小主播的方式体验播报新闻，建立虚拟人物录制影片及身临其境般有趣的元宇宙世界哦。因为疫情影响，南区国税局以最安全方便的线上的学习方式，邀请来自不同县市、不同学校的小朋友，在今天活动中学习新闻直播国语技巧及体验最新潮创建虚拟人物拍摄影片，以全息投影等元宇宙世界，便能养成烟品税捐及反贪廉洁素养。相信各位未来国家主人翁一定能善用今天所学，在未来成长过程中争取更多肯定与成功机会，也将你们这些宝贵知识与诚信品格等与家人、同学、老师及朋友多多分享，才能让我们的家庭、社会及国家都能更进步、更美好。这摆课程邀请南台科技大学教授黄琼怡、中嘉宽平相助车主播郭文吉、自媒体经营者林丽媛以及白鹿动卫公司总监陈文龙等等来担任讲师，教学生上新元宇宙应用的相关技能，除了成为小小虚拟主播，开发创造力加提升自信心。无形当中嘛，教育后一届诚实纳税加清气上的品德。南区国税局于111年8月举办图利与便民法纪教育讲习及座谈会，邀请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蔡检察官百达担任讲座，以其丰富办案经验以及法学素养，详细说明图利与便民、馈赠与行贿之区别，以及企业诚信等重要课题。这摆活动除了有精彩线顶课程备受家长肯定，主办单位嘛将小朋友参加活动完成的代表性作品放伫活动网站，让大家欣赏交流。而且民众只要参加观看成果影片抢答，也阁有机会抽大奖。联能岁月廉洁大使就是我。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